睇成才研究所，我係 Aaron。我係 Alex。Alex 啊，最近個市都開始有少少回調咯喎。係冇錯冇錯。咁其實主要有幾個原因啦，令到一啲機構投資者咧就會喺呢段時間比較 risk off，咁啊將佢哋嘅 exposure 減低。咁啊主要有歸納咗幾個原因啦。咁第一個咧就係其實由年初至今，其實好多嘅市場都升幅都唔錯啦。咁去到而家11月、12月啦，年尾，咁其實好多機構都會想 lock 定一啲 profit。咁尤其是有好多種種嘅 uncertainty 喺度嘅情況下咧，大家都唔想再去冒呢一個風險啦。咁第二個原因咧就會係一啲嘅宏觀嘅不穩定性啦。咁其實你話個回調其實由我諗上個禮拜一開始啦，好多嘅朋友可能就會喂，中美好似傾得唔錯喎，點解傾完之後反而會連續跌？個市都話日日都跌咁多日嘅咁樣。咁其實最主要咧就係一嚟啦，本身市場對呢個中美嘅傾偈其實個預期已經係偏向樂觀㗎啦。咁但係傾啦，佢哋個時間本身原本由預期傾3-4個鐘變咗傾1-2個鐘啦。咁再加上有冇好多好實質嘅落地嘅一啲嘅 agreement 出到嚟啦。咁所以大家可能一嚟比較失望啦，二嚟期待緊嘅嘢已經兌現咗啦咁樣樣。咁啊，亦都好多嘅好消息咧，其實都係 Trump 反而係喺個 meeting 之後佢自己單方面去宣佈嘅。例如係大豆啦，咁大豆方面又話中國可能會買今季啦會買1200萬噸啦，咁同上年2700萬噸大概係少過一半左右啦。咁啊，亦都承諾可能之後每一年買2400萬噸咁樣樣。咁呢個數字都係有待 confirm 啦，即係都有好多不穩定性喺度啦。咁另外稀土方面咧，咁 Trump 又係話呢方面嘅 roadblock 已經解除晒啦，跟住成個會談10分可以打12分，好多好消息其實你見到都係美國 Trump 方面去單方面去講，中國反而呢邊係唔係太多嘅聲氣或實質嘅數字出嚟嘅。咁呢方面都係好多嘅 uncertainty， 令到機構比較擔心啦咁樣樣。咁第三樣嘢咧就嚟緊業績啦。咁業績方面可能喺即係科技啊一啲 tech 方面咧，尤其是美國嗰度啦，見到今年年初至今好多嘅 tech 股其實 AI 股係升得好犀利。咁有好多嘅機構就會擔心，你投入咁多，究竟喺嚟緊業績會唔會反映到出嚟啊？咁一啲機構投資者會 mon 住呢樣嘢，所以呢方面都係大家比較驚嘅，就驚會有個 AI 嘅 bubble 喺度啦。而你見到其實日本啦、韓國啦、crypto market 其實都喺一個高位度有少少回落嘅跡象。咁所以risk off 都係好正常嘅。咁最後一點咧就會係其實見到呢一個禮拜咧，其實港股個成交都細咗，咁而家都去翻2500億樓下。咁其實見到可能由上個禮拜一啲人 risk off 沽咗貨咧，咁亦都冇話好心急去追翻入去。咁因為始終外圍個環境係咁樣啦，亦都宏觀咁多不穩定性啦。咁啊，令到大家都係比較觀望嘅一個態度多啲，咁寧願最多最後1-2個月我唔賺啦，或者我唔去冒呢個風險啦，我 lock 咗佢就算。係都11月啦。係，咁啊，而且近排一啲中國嘅宏觀嘅數據都唔係咁理想嘅，包括係 CPI 仲有通縮區間啦，PPI、PMI 都一啲 leading 嘅 indicator 都唔係話特別理想啦。咁啊，跟住見到呢個消費唔理想啦，房地產投資唔理想啦，唯一好少少係出口啫。咁樣，但係出口都係拉住成個不穩定性喺度咁樣。咁所以 overall 嚟講咧，11、2月咧，我認為唔會有太大嘅往上或者往下嘅一個 momentum 喺度嘅，反而會係一個區間上落。咁呢個區間咧，大概就會喺25,200啦，去到26,500左右呢千幾點嘅一個上落。咁都唔建議大家去做一啲過分恐慌嘅一啲拋售，譬如話今日啦有個裂口低開啦，咁喺25,500嗰度揾到 support 又上翻嚟，咁呢啲位其實大家可以去買翻貨嘅。上到26,200樓上至26,500咧，再做一個沽貨嘅情況。咁而家嘅話咧，我會建議之前可能建議大家一路買科技股啊、金礦股啊、呢個robotics 啊，然之後生物醫藥即係創新藥啊咁樣。咁依家咧可能會有少少嘅調整，咁可能會喺 tech 嗰度咧就唔好話真係非常之過度集中啦，始終都係可能保留住一啲嘅績優股啦，然之後一啲可能比較 leading 嘅一啲嘅 tech 嘅板塊啦。咁金礦股嗰度反而咧可能就要減翻啲倉出嚟啦，因為始終上個禮拜咧，咁我哋有個消息咧就係買賣黃金咧會開始嗰個稅務減免咧會有個6% 嘅調整，咁呢方面都會邏輯上去影響到金礦股呢嘅金價啦，同埋金礦股咁樣樣。咁 robotics 同創新藥可以照 keep 住，因為一啲 rising star 都係我哋可以喺其實25,600呢啲位都唔算特別高嘅一個 level 去 keep 住嘅咁樣樣。咁
剩低咧，我會即係可能建議大家咧就會有10至20% 嘅一啲嘅現金啦，等嚟緊11月中、11月尾嘅一啲業績期嘅波動嘅時候，去吸納一啲績優股。咁然之後咧，剩低咧20% 咧就會轉去一啲防守性嘅板塊。咁啊，例如係一啲嘅電訊股啊、金融股啊，即係例如內銀咁樣樣。咁呢啲板塊可能會暫時去有剩低呢1-2個月咧，仲有啲輕微嘅利潤，同埋保住一個倉位嘅防守性喺度咁樣樣咯。咁樣。咁關於 IPO 咧，好似大家仍然好熱衷喎。係 IPO 嘅新股，我覺得可以照玩，因為大家見到其實就算呢1-2個禮拜上嘅一啲新股啦，表現都係唔錯啦。就算譬如佢真係有個好大嘅跌幅，都可能會收翻上嚟啊咁樣樣。咁啊，亦都今年嚟講，港股嘅 IPO 亦都係非常之活躍啦。咁啊，所以中長期嚟講咧，就算 A 股上咗4000點，都係14倍左右嘅一個 PE 啦。咁港股12-13倍，都係一個非常之有吸引力嘅一個位置嚟嘅。咁中長期我唔建議大家去做淡或者係去睇淡港股啦。咁但係短期嚟講，我只係話可能剩低呢一兩個月好難行一個好大嘅單邊升市。咁反而就係喺呢個區間做啲上落，再可能 capture 多少少嘅利潤咁樣樣咯。好啊，咁今集嘅時間都差唔多啦，我哋下個星期再見啦，拜拜。